約翰福音1章14節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，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，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。呢節好熟悉嘅聖經裏面提到嘅道，即係神嘅道，神嘅話。呢個道曾經成咗肉身嚟到人世間，帶嚟咗充充滿滿嘅恩典同埋真理。經明話佢係聖父嘅獨生子。呢個道係指邊一個呢？約翰福音1章嘅開始，1章2節嗰度提到，太初有道，道與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。呢個道係一直同上帝同在，佢亦都係上帝。呢個道嚟到人世間，帶嚟咗充充滿滿嘅恩典同埋真理。喺約翰福音1章教學嘅地方，第17節下到18節，嗰度亦都提到恩典同真理。經文嗰度講到話，恩典和真理卻是由耶穌基督來的，從來沒有人見過上帝，只有在父懷裏獨一的兒子將他表明出來。所以呢個道就係嗰位曾經降世為人嘅聖子耶穌基督，佢亦都係上帝。佢嚟到世上邊，為咗要讓人透過看見佢，能夠認識上帝。住在我們嘅中間，其實包括一個意思係在我們中間支搭帳幕。呢個道耶穌基督，佢住喺人嘅中間，即係佢唔係只係短暫嘅出現、短暫嘅停留，好似只係嚟旅行一樣。佢卻係願意與人常在一起，進入我哋嘅生命同埋生活。喺我哋人生經歷一切嘅處境裏邊，佢都與我哋同在，要陪伴我哋前行，同我哋一同走過黑暗，進入光明。喺佢已經為我哋預備好嘅人生路上邊，經歷有佢時刻嘅同在。佢喺我哋快樂嘅時候同我哋同樂，喺我哋經歷憂患嘅時候，仍都與同我哋同在，絕對唔會離場。佢住喺我哋中間，亦都代表我哋可以凡事用信心等候佢嘅恩典同埋引導，經歷佢嘅看顧。因為有佢住喺我哋中間，我哋可以有信心同埋平安，知道一切臨到我哋嘅事都唔會出於意外，唔會係上帝唔知道或者係佢嘅掌管之外。無論係順境或者困難，都係呢位愛我哋嘅主為我哋嘅人生所預備，為咗讓我哋可以喺經歷當中明白佢對我哋嘅愛更深更加真，可以更加信靠佢，更加可以向人見證，因為有佢做我哋生命嘅主而有嘅奇妙平安同埋恩典。主住喺我哋中間，唔單止帶嚟恩典，經文提到亦都帶俾我哋真理，就係上帝嘅道，叫我哋能夠明白喺上帝嘅創造裏邊，生命同埋萬物嘅真相。透過主耶穌道成肉身嘅降臨，使到人可以從佢領受同埋明白上帝啟示嘅道，就係佢嘅話，讓我哋能夠真正認識真神，唔單止明白上帝對我哋嘅愛，更加喺佢嘅真理懂得分辨何謂美善同埋聖潔，唔再被罪惡迷惑同埋捆綁我哋，唔會喺生命裏邊走錯路，因為喺人生裏邊從此有主住喺我哋當中，同我哋同在同行，以佢嘅真理保守引導我哋，讓我哋慢慢成為佢所喜悅賜佢嘅人。認識一對年輕嘅夫婦，佢哋本來正預備離港移民海外，但就喺出發前嘅1個月，太太喺一次本來冇打算要做嘅身體檢查當中，發現有急病，一定要即刻接受手術去治療。喺家訪當中，呢位嘅太太問到：
點解上帝要俾佢有咁樣嘅遭遇？佢問上帝係咪真係會聽佢嘅祈禱？後來同佢分享福音之後，佢明白到耶穌基督嘅救恩，佢願意向主祈禱，確認去相信，接受耶穌作為佢生命嘅主，並且願意將一切交託。好感恩，後來手術順利，更加冇出現到佢哋曾經好擔心會出現更加嚴重嘅病情。兩夫婦喺禱告同埋神嘅話語裏邊，經歷到從主而嚟嘅平安同埋同在，更加相信係主嘅看顧，讓到佢哋喺本來移民出發之前，能夠及早發現太太原來有呢個隱藏嘅病患，可以去香港先接受徹底嘅治療，而唔係到咗海外先發現要求醫，經歷嗰種嘅無助同埋困難，或者甚至病情變得更嚴重之後，喺外先至會被發現。原來一切出乎人意料之外嘅突變，都有同我哋同在嘅主所看顧同埋掌管，叫信佢嘅人可以有依靠同埋平安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穌基督既然已經應許佢嚟係要住喺我哋當中，常與屬佢嘅人同在。今日喺你嘅生活裏邊，無論係喺你嘅家庭、工作、學業、教會生活，或者你正在面對嘅掙扎同埋考驗裏邊，愛你嘅主正想你明白可以點樣信靠佢多一啲呢？你亦都應該點樣以禱告交託，並且找緊主已經透過聖經話俾你聽嘅真理同埋應許，經歷佢與你同在當中嘅帶領同埋祝福呢？願神嘅話語成為我哋彼此嘅幫助。